個身體成塊板咁樣虛步按掌。我呢個手好似馬面套下，兩邊都有角嘅下號。落嚟，隻左手經過卡，獨立托掌，托好最伸展。好啦，落腳按好，移重心，好似撈膝咬步咁啊嚇。好，握拳，擺好個架先，坐落去。好，轉腰，右腳推前腳。好啦，行，後腳上上下。點轉腰，線腳踭，好推步，一個坐，一個踩，一個滾，好，咁我哋伸腰，落腳一，握拳，呢個打唔喐，靠，好啦，靠，重心喺右，重心喺左，嗱腳尖上嚟下，好，慢慢升降機上嚟先。腳踭，好，提起嘅左腳，送佢出去。呢個右手咧係滾落嚟，好啦，再轉，呢個係靠。